一件波衫賣到899美元，仲要搶到斷貨。你以為係炒作，其實背後有個你未必知嘅營銷秘密。Adidas 同曼聯呢次中國結聯名，唔係求其貼個批論咁簡單，而係用文化翻譯打動球迷。點解咁多人肯入貨？第一，文化定位夠準。中國結代表吉祥團圓，曼聯紅代表信仰熱血，金色刺繡加埋紅魔隊徽，東方溫柔撞上足球激情，呢種反差邊個球迷睇到唔心威？第二，產品線夠全面，唔止波衫，連衛衣、隔棉外套都有。一句一結成福意，好運隨紅魔，情感價值直接拉滿。雖然短袖賣成899美元，長袖要過千，但球迷一樣搶到癲，因為買嘅唔止係件衫，係一份祝福同對球隊嘅支持。但最絕嘅係佢哋嘅營銷節奏，球星效應，馬天尼斯 B 費親身示範，直接令球迷中毒。儀式感，比賽日全隊住入場熱身，將產品變成一種必入嘅儀式，飢餓營銷，限量發售，製造稀缺感，手慢無，自然引發瘋搶。呢個案例俾香港品牌3點啟發：本土化唔係死役，係要翻譯文化到品牌同本地人嘅情感連結點，借力強大 IP。曼聯全球11億粉絲，係 Adidas 攻佔華人市場最強嘅載體。長期主義先係王道，兩者合作超過10年，續約金高達9億英鎊，有深厚嘅合作基礎，先玩到咁大嘅聯名。你覺得 Adidas 呢波操作值唔值899美元？留言話我知。如果覺得有啟發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follow 我。下集我帶你拆解另一個品牌嘅神操作，唔好錯過。follow 俾個 like， 白頭佬幫你輕鬆做生意。